哦，周师兄，大好机会，互恁查某囝讨下去，这件代志你要安怎办？周师兄，甲你查某囝同齐来迄个老人，伊分明是心怀绝技，故意来救伊自首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我嘛唔捌哩。什么？电力也唔捌？哼！伊是甲你的查某囝斗阵来的。斗阵来无一定同伴啊，而且阮查某囝遐查某间路财花桥拢伫遐咧休困。你敢是周将军？你还会认我是？当然会认你咯。啊，但老夫虽然是过路归乡，咱过去京城定来伫见面，我哪会袂认你周将军你？既然你还阁会认你我，想必早你就知影自首是甚物啦。哦，我当然知影咯，而且我也有这个日子，蒙皇上的旨意来甲阮查某囝为媒，将阮查某囝来配合李元为妻，我当然知影自首伊是皇上咯。所以你就投假生意去搬的干柴，想要对皇上不利。周勇啊，你讲串话，这个罪名老夫是担待袂起哦。做假，在真人面前落说假话，你分明是暗中勾结李姓，想要对皇上不利。周勇啊，我过去也是互补侍郎呢，而我现在是过路回乡在家，我一切我安分守己，什么理成根本我唔捌。你唔当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要来加在我的身上，而且死我之心。做事，你唔免吹我，总有一天我周勇一定抓出你的证据来。照你的嘴，恨我的看到你想你甲讲，只要我周勇报告，伊免想要得手。我今日会当用阮的活到今天，就是因为要演出的幕后主使者是甚物人。只要这个证据人落在我的手，也就是李姓的死期到了。听。我拢听到。好厉害，周勇！贤弟啊，你唔通再啉啦，啉是会烧酒醉啊。那大哥啊，咱无伫咧讲一醉能消万古愁，我做人较当然捌醉过，总讲甲醉3暝3日嘛无要紧啊，对。唉，贤弟，想袂到你竟然为着做小姐来折磨家己啊！大哥啊，你是要讲啥物啊呢？贤弟用最聪明，因好多乱用情。用情，心思不甘照是悲，朝朝小秋冷悠悠。贤弟啊，你唔通休怜，有影毋是伫责怪，我是伫坑你啊。大哥，我甲周耀英是师兄妹着。啊！等阮两个哪有啥物伙仔啦？无啦。我知，你甲玉英是同门之谊啊，这也难免日久生情，对不对？啊。对。你原也是甲我结拜，你也是甲我结拜，你以后千万莫搁去想伊玉英就好啊。
我根本就无咧想伊嘛。你若无想伊，才是对的。像伊玉英，除了玉英以外，看你爱倒一摆的小姐，你甲吴兄讲，吴兄一定甲你相助。我啊，只要大哥你对我的情分，永远拢无变。我这世人哦，甘愿拢无爱娶某。哎呀，贤弟啊，你真是酒醉伫咧讲酒醉话咯。哎，含这囡仔话你就煞讲出来，兄弟搁较好是兄弟，娶某这是应该爱娶。大哥，我讲的真的呢，你若哦拢无变哦，我正经无爱娶某啦。贤弟，你烧酒醉咯。我醉啊。好啦，你若讲我醉就醉啊。啊若无，我哪早甲你讲我心肝来有点。哎呀，我啉啦。哎呀。爱都有心事啦，毋知吼，酒会啉特别济。这位公主，你是伊的朋友哦？是啊。那咧，我有一件代志甲你讲。自从小公主来住伫我房间的头一天，我就发现伊感觉有心事重重，时常伫咧叹气。有这个代志啊？你是伊的朋友，你着爱好好劝伊。好，多谢大娘，我再来考劝。公主，我看小公主用暗水甲一样，你着莫走，做只好好照顾伊。是，大娘你放心。那安尼我着要走啊，只要有小弟，我住伫后面后代志才叫我哈。好，多谢大娘哈。袂晓啉就啉遮多啦。对啦。啊？对啦。哦，茶哦，茶就来啊。我今天上面了。茶啊，哦。来咯。啊，茶伫遮紧。茶你有较快活无？大哥，你送我转来。是啊，你吼。若袂晓啉酒，就较少啉的，啉到遮尔诚醉，是破坏身体啊！我知影啦，大哥，后摆我袂阁啉酒啊啦。老皮，这就查某人用的老皮啊！哦，贤弟啊！你骗牛兄好苦咯！即摆我才拢知影，原来你就是。哦，贤弟啊！你骗牛兄好苦咯！即摆我才拢知影，原来你就是。我是啥物？我若讲出来，毋过惊你会歹势。啊好咯，莫阁瞒我咯。若毋是我发现，这
这早晚的代志爱互我知影。我问你，这罗伯究竟是什么人下？毋是我的啦，毋是你的，无是啥的啊？都，真芳啊！罗佩树林多芬芳啊，天公高有情郎，为了三生换牛郎啊，伊做红丝入东房。大哥啊，你即摆是伫咧讲啥物啦？我讲啥，你心肝来明白，哪着搁再问呢？说的啥物三生换牛郎啊？大哥出言害风动，小弟愈听愈迷惘，随时家人，随时多情郎。故乡岁月不风动啊，贤弟也不必再假装，随时家人请万讲啊，只问是谁多情郎？安怎？你毋老实甲我讲就对。你若毋老实讲，我是要识破你的秘密咯。我哪有啥物秘密啦？嘿，抑阁无，若毋是我看到罗伯，你嘛要我骗我？贤弟你毋免。人送你的物件，你应该共收藏，哪会用安尼随随便便、清清彩彩就共等的咧？是，大哥，我后盖。你无先甲我讲啊？看这个倒一家的家人啊！啊都，哎呀，大哥，什么家人唔家人？迄张大娘来我遮收厝祖的时阵，啊，无注意人去我遮的啦。张大娘，哦，张大娘，我拄则才看到伊。啊，无啊，我一个好缘地，我来请问你咧。张大娘今年是几岁啊？至少嘛有50外岁啊。哎呦，小弟无可能甲伊有感情啦。迄当然你甲伊无感情啊！张大娘50几岁，总是因仔用这么正新鲜的罗皮咧。啊？大哥，你莫。好，
你若毋讲这咧，我莫问你就是咯，行哩。啊，雨哪会遮大？哦，大哥啊，啊雨遐大阵，你是要哪转去啦？无咯，我无要转去啊。哈？你无要转去？是啊，我也要住喺遮大。无啦，大哥啊，嗯，安尼袂用的啦。是安怎袂用的？迄张大娘讲叫我着住喺遮照顾你的呢。啊，嗯，大哥。除非你去验大哥上。无啦，我哪敢去验你啦？啊，你若无去验，就上好啊。咱是知己的好兄弟呀，有影承担，互诉衷肠，这才是人生一代乐事啊！哈哈哈哈！是要咱王宗明，拢守伫咧丁大娘的厝外。是，而且吴总比佮带袂少的兵士啊。兵士甲王宗明真好用，麻烦的是周勇。李成，既然你遐尼诚佩服周勇，也若安尼，去请阮翁仔某来创啥物下哩？你直接去请周勇帮助你就是咯。对，咱行。二位前辈，千万唔通误会。晚辈唔是伫咧钦佩周勇，只是对伊有一点仔顾忌，唔才会请二位前辈要去对付伊啊。是啊，两位老前辈，你若是安尼就走，别人一定会讲岐山上咯，惊一个小小的周勇。周勇是算卡车，阮老咧惊伊。对啊，老爷，嗯，既然若是安尼，咱就来去杀死周勇，互这个小友开眼界。前辈，只要恁若是杀死周勇，晚辈愿意以这箱珠宝答谢。不过，前辈，杀死周勇了后，一定爱留下大名，才袂去互人冒抢去啊！明人不做暗事啊，答应你就对啦。是，多谢。啊，若安尼李成啊，迄箱珠宝暂时寄你保管，听候阮若杀死周勇了后，才来向你摕咯。是。行。行。老祖，在，即是大手啊，去埋伏在家中。只要周勇一死，你即时就带手啊冲入去，杀死自首。是，也搁有最近，你爱千万唔通伤过接近人家，才袂露出咱的行踪。若无王爷失败，你我是死无葬身之地。是。
灵行不着。定定生命在手，左右为咱无限愁。三更时分人见情，寒风苦雨也凄清。为报干好好命，中夜丰收到天明。思前想后，心放红，透出玉露显玲珑。此时上做南桥梦，起来玉露已无踪。自守已太过。上路王七公甲王七婆，收养是你是？无毋对，这两个人看的毋是好人，无一定是要刺杀公主的。来来，副总兵，你两个不能够强前面小心。